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立法院这款刑事法早起伫立法院野手表决通过立法，被质询人藐视国会上阵法20万，外界民事指控拿笔连手袂台。乱七着就任总统的头一日落8点半开始接见外宾，嘛甲副总统萧美琴去圆山的中律师第二祭拜。早起11点外，台中泽运有一个查甫人伫车厢内底摕刀仔攻击其他的乘客，造成几个人受伤。咱来看5月17国会改革法案伫立法院要拼三读，因为朝野立委发生严重的冲突，暗时阁有上千个民众伫立法院外口抗议。院长韩国瑜才宣布散会，今仔阁再审。早起哪日阁要占主席台，双方又阁发生冲突咯。民进党的立委拢把民主意识的头巾，划反欧商反扩权的口号。早起国民党甲民众党做伙提案的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第25条，民定讲官员未当犯质询等，相当是当罚20万。那被是以人数优势，野手表决立法通过了。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批评讲，那被连手袂台。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洪明凯是强调讲，少数就爱互相折数。立法院议场大门一开，拿着立委就发生烧杀冲突。国民党团抢伫先机，首先占领主席台。立法院利益继续审国会改革国法，国民党团放回要完成全数三读通过。民进党团重新调整，集体绑民主意识的头巾，伫议场前大声喊反欧商反扩权，控诉拿被联手毁宪乱政，台湾香港化。立法院长韩国瑜早起9点顺利进到机场主持议会，甲顶礼拜老会冲突无同，只摆冲突降温，拿着各自也看板，互相请声。韩国瑜先讲到3个重点：5.11国会烧杀，互全世界无看到台湾的真善美。罗总统才拄我就任，国会就发生冲突，要安怎交代？也毋过民进党有关声音拍断发言，互韩国瑜一直海头。新总统昨天就职，今天是第2天。如果我们立法院再发生冲突，我们怎么交代？所以，我诚恳地希望我们所有的委员。连夜要求法案退回重审，韩国瑜反过来指控民进党团无同意逐条讨论，就按议事规则进行，佮宣布休困协商。也毋过连夜干部无人出席。韩国瑜佮重回机场，针对南北共同提出的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第25条，明定官员未当犯质询等，表示国会罪行为，相当会当罚20万的罚款，会当连续开罚，进行立法表决，采野手表决。连夜即期在野做票采用点名表决、中府表决。专案中府审查拖延技术进行，也毋过南北有人数优势，强行通过立法条文。郭建民批评国会已经死呀，南北就基本袂台。你们在急什么？急着卖台吗？这是一个历史红事嘛，全部站在国家对面啊！你们可以没收国会，但是你没有办法没收民意的。即便是每一个条文，因为民进党的冗长议事杯葛，而造成一个条文可能要处理20-30分钟之久。但我们认为该走的议事程序就要走。洪明凯表示，肯定民进党无用暴力，国民党也会多数尊重少数。韩国瑜也搁一摆召开朝野协商，讨论一人发言加表决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立法院的4个位啊，都民间团体跟民众去抗议拿笔没收民主，违反庭事正义。嘛呼吁讲，国会改革法案应该爱个登去委员会好好啊讨论。我藐视没收民主的国会。我藐视没
这是立法院举手表决指托通过表示国会做相关条文。透早民间团体也号召民众伫立法院4号位集合，发出不满的声音。立法院青岛东路这边也开始打布棚，积极关注国会改革法案的小党、民间团体、民众安装店家站到暗时。有人讲，今日是第2届的日头花，但是大家会认为安尼讲是让人非常的怨叹。这表示过去10年来，318了，国民党因无任何的反省，因无任何的改变。当代议政治失能，当我们的国会被蓝白主导而失能，公民就要出来抢救民主。当国会失能成为事实，重返街头就是公民的责任。小党化写爱民众搁一摆行上街头，参与抗议的民间团体也集齐。顶礼拜举手表决指托通过的总统常态化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相关国会改革条文已经违反宪法。形成了立法委员可以变相的来质询总统，这就是违宪，创造所谓的立委对总统质询的权利。我们的宪法明确的规定，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对象是行政院院长以及各部会的官员。民间团体也提出质疑，国会改革相关法条一直采用保留的方式，无经过委员会的实质审查，就到议会表决。法条内容唔来立法委员，民众更加维护不好清楚，呼吁民众做伙站出来表达家己的声音。记者郭文林、凯台北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国会改革法案，也毋过民进党是认为这是国会扩权的法案，修法的过程嘛违反天书正义，跳过法案一条一条的讨论，那被伫议会里头利用举手来表决通过咯。条也各自有无共款的立场，冲推是不断。到底国会改革法案若是三读通过了后，会有啥影响呢？咱请嘉顺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咱今仔日来解判新闻，特别带大家来看国会改革法案的争议。今仔日伫咧立法院呢，3党团是继续来咧相答。咱就先来看表示国会做一项，就是讲，互人叫去立法院回答的时阵，袂当反质询，袂当唔回答，也是无照实来回答。除了是因为国防，也是外交这的机密以外，经过主席同意的，若无就算是表示国会的行为，会当罚到2万至20万的罚金。因若是政府官员受质询的时阵，无照实来回答，也着爱互人追究刑责哦。外界就来反对讲，是毋是互人叫去受质询，回答了无好势，就爱互人按罪名安尼争议。毋过，这项表示国会做伫咧今仔早起10点外是已经互人二读表决通过啊。伫咱国内除了有发现违宪即寡争议以外，若无3读着敢若会寥寥修改文字，2读着会当算是定案啊。过来下骹，咱来看到立法院的调查听证权这项，也就是互立委会当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也是有关系的人，会当来提供资料去作证。民间的人士若是拒绝的，会当罚到1万至10万块；唔照实回答的，相当会当罚到20万。因若政府官员依照刑法伫纳备法案内底是会当判到1年的有期徒刑。除了这法案的争议以外，民进党团嘛批评讲，这法案拢无来逐条审查，甚至因嘛拢唔知影详细的内容，宣读是干那念临时修正动议的部分尔，根本就无公开通讲。而听这个法案经过领导期了后，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是无过进行调业的协商，强硬就要来表决违反庭书。因民众党这边黄国昌是强调，大法官的释字5月5号是已经有定明，立法院有调查权的，因指控民进党根本就无要讨论，干那是要阻碍议事尔。而且因讲，这个法案的文件伫咧顶礼拜5大抗争迄天确实是有印出来的，毋过是一直到暗时7点外才印出来，已经超过原底议庭的时间啊。另外来看到国民党的部分，因是指控民进党暴力冲动主席台，因才按照规定用
举手的方式来咧表决，才会引起争议。伊嘛驳回讲，因的法案内底民间的人士无包含着要追究刑责的部分，干那会罚钱尔。若是讲官员无照实来回答问题，才会依照刑法要来处理，嘛毋是由国会来审判。因若讲针对着国会的争议，台北律师公会是公开来表明，讲认为这是欠实质的讨论，而且无公告，甚至是用举手的来表决，违反着庭事的正义。即阵伫咧立法院的外口，嘛有真侪民间团体甲民众聚集伫遐，伫咧表达不满。咱今仔日的解判新闻，就公告者刷落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雅顺哦，咱继续来看总统赖清德昨个就职演说，针对两华，伊是讲到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补隶属属。中国方面哦是真不满，前总统马英九今仔是呼吁赖清德应该爱修正新两国论，维持台海和平。也毋过哦，准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今仔是表示讲，坚持自由民主宪政的体制哦，是每一个政党拢应该爱接受的。若是讲甲即款讲法咯，看做是个使人，嘛亲像是个自我否定。早起赖清德跟萧美琴去圆山的中历史来第祭拜，是无接受访问。新政府就任开工，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一透早的行程，就是前往圆山中历史，向中立的殉职人员致敬祭拜，包含行政院长杜永泰也担任陪同的人员。赖清德甲萧美琴透早也伫总统府接见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访问团，感谢巴拉圭的支持台湾。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这份真挚的情谊，我们都感念在心。支持赖清德520就职演说，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这个言论互中国丢卡断地。各台办批评赖清德是甲台独工作者的本性拢走出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也拿前总统马英九2日出席研讨会，认为安尼互两岸面对未使预测的风险甲挑战。我以曾经担任8年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为台湾人民请命，呼吁赖清德总统要以台湾人的福祉为念，放下意识形态，修正昨天就职时公开宣示的新两国论。不要自误误国。马英九强调，甲对华展开对话，才会当互台海有真正和平的机会。不过，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认为讲，赖清德讲的话，外界分别有解读。不过，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是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接受的。若甲这款表述看作是起诉空，好亲像是咧自我否定。也若死的坚持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表示死的坚持是真重要的起点。不过，善意未变，和平未变，对话也未变，政府会打稳这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个演说嘛宣示讲，要发展无人机甲中继轨道的卫星哦，来打造太空产业。有分析师是认为，咱台湾的优势伫通信、天线，佮有光学雷达等领域嘛已经布局真久咯。也毋过嘛有学者的看法咯，是无遐尼乐观。进军全球太空产业。总统赖清德伫咧520就职演讲，宣示要投入无人机、中继轨道卫星等发展，建立全球太空产业。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也要发展下一个世代通讯的中低轨道卫星，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具体来看，利用台湾半导体、ICT 等产业的优势，来推展低轨道卫星、立规火箭、人才培育等领域，并且延续蔡前政府时期的第3期太空计划，发展光学遥测、合成向景雷达等卫星。有分析师讲，台湾伫咧通信、天线、光电雷达等领域已经布局真久的时间。比较没有制定产业规格的能力，不过我们具有强大的制造跟客户共同开发的
能力。台湾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关键零组件的提供，或者是整机的制造。即使我们投入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相信，而且我具有信心，我们还是可以发展的还不错的。台湾在太空产业上面最优势的地方在于地面站的设备，可以试着把厂商在次系统方面的潜力发展出来，进一步往就是制造卫星的方向去走。我们会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我们会有排除红色一定程度排除红色供应链的需求。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我们在发展无人机的时候，还是会有我们自己市场需要满足的这个份额。无人机国家队就是无人机产业聚落，其实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实现。学者讲，若是甲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太空产业发展机会比起来，台湾确实也阁需要更加侪资金，或者是学日本成立基金。一来无人机方面，虽然中国是无人机的大国，但是台湾甲美国拢需要排除红色供应链，所以对于台湾来讲，也是有发展的潜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针对两岸的观光，赖清德是表示讲，会当对中客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来追求两岸的和平共赢。旅游业者是希望讲会当来解除6月7日的禁团令。因呼吁讲，咱的政府应该爱先提出诚意。也毋过，观光署长周永辉是表示讲，这个需要跨部会协调。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讲到两岸观光，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演讲时阵讲，会当自重新开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开始，不过是无讲要解除6月到中国的禁团令，所以当时才能解除禁团令，就连观光署也无法度明确的答案。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跨部会协调，目前还没有更进一步的跟大家报告。旅游业者认为，重新开启双边的观光是信任政府的善意表达，不过现阶段爱做的就是政府赶紧解除6月禁团令。若是官方的交流有困难，也会当先恢复民间的交流。但是上重要的是，台湾应该先提出诚意，不应该搁再有限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单位，你要跟对方谈，一定要拿出诚意，才有办法谈嘛。基本上你自己不拿出诚意，你怎么跟对方谈？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问题很大，尤其去搞这个禁团令，让所有的观光产业非常不认同。旅游业者表示，目前中国已经释出善意，开放福建的民众到马祖观光，虽然不是大幅度开放，不过观光的人数应该是袂少。学者认为，政府会当先开放并谈到台湾的海上客运，也有直航的护航，两岸观光才有重新启动的希望。如果说我们开一小步，大陆再快一步的话，大陆如果开放福建居民来台，它的大概整个恢复率会达到20%左右，我们就可以这个完全开放。这个组团到大陆去的。旅游业者希望政府应该重视旅游业者的心声。若是新政府无法度解除6月7日的禁团令，所来无排除会有动作，表达因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就这等的国宴嘛头一届刷到台南举办，办伫福摩萨游艇酒店。总统赖清德是感谢各国元首佮外宾对咱台湾坚定的友谊。昨暗是开将近100道有8出菜，食材拢来自咱全台湾22县市的农特产品嘛展现出咱台湾食食的特色。我念嘛念生死。台南国宴的开场表演是金吉花王谢明友唱《年年台湾》，正副总统就职国宴今年第一遍刷到台南，伫福摩萨游艇酒店举行。总统赖清德伫咧致辞时阵，感谢500多位友邦的元首、贵宾加各国使节代表参加伊家副总统萧美琴的就职。你们所捎来的不仅仅是祝福。你们还带给台湾人民坚定的友谊，也带给台湾社会力量，非常感激你们。国宴第一遍伫台南进行，赖清德讲，外宾因坐高铁由北向南，看到车塘外的景色变化，了解到台湾的文化多元加景观多元的特色。这遍520国宴开要加上100道，总共8道主菜，用22个县市的食材。佮搭配台南在地东山咖啡加珍珠泥茶，也有平日零丁甜点，让大家享受台湾料理的魅力。我们选择台南举办台湾的国宴，除了刚好台南建成400年之外，我们也要展现市政府在未来台湾的建设上，能够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让处处都可以安居
人人都可以乐业。延误伫咧国营会场附近，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约过10位民众夜排抗议，要求赖清德随停止燃煤发电，和核能正济基载电力。因也阁批评民进党持立加拽的非核政策，和台湾建立可怕的停电黑暗恐怖期。抗议伫30分钟了和平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甲民间团体早起就伫青果东路集合包围立法院，因话讲无讨论毋是民主，批评那别立委是多数暴力。也毋过立法院早起有发条，嘛是透过表决已经通过立法咯。现场上新的状况，咱连线互咱台记者上如甲准优。是主播记者目前呢，都伫咧立法院外口的青岛东路。今仔日立法院是继续在审查有关国会职权行使的相关条文，所以引起侪民众也更有学生和民间团体不满哦。现场计共是有几50民间团体来到现场哦，尤其是针对这个法案当中上届有争议的第29条藐视国会罪，因为伫咧今仔日立法通过，未来若是三读通过，有对国会不敬相当会罚20万，这款扩大是引起侪人的不满哦，要求爱全案退回实际审议。他创造了一个立委的超级执行权，会变成我们的立法院，会变成太上院，就是我们批评的。这等于是就像翁小玲一样，他说立法院跟执行官员是上对下的关系，他把立法院当成中国的人大，当成苏联的苏维埃了。我们学生组织反对蓝白无视程序正义法案，我们认为法案应该要退回审理。我们反对假改革增扩权，我们认为国会改革需要权责明确和公开透明。根据现场的统计哦，来到立法院抗议的民众已经超过3000人。自早起到今嘛，一直拢有民间团体轮流宣讲。下晡负责主持的罗江电线联名指出讲，根据因的消息，下晡进度除了国会职权行使法草案的审议，嘛有可能会推进到国民党立委郭坤基提出的华东交通三法。民团哦是希望讲台湾的民众会当做伙来关心。以上是记者刘尚祖、郑准由伫台北的连线报道。来甲镜头交互主播。继续来关心，今仔早起11点外，伫台中捷运有一个20岁查甫人伫车厢内底用牙刀攻击其他的乘客，造成几个人受伤。这个嫌犯已经有被压制哈，那已经被逮捕了哈。那初步哈，我们的一个了解，警方立刻进行侦办，现在还在侦办中。不过初步调他的资料，他是一个20岁的孩子，他有这个。精神相关的病史，那是初步的了解是在高雄有列管。那他是昨天北上，那有准备了这个凶器哈。那所以目前警方还在了解当中。台中捷运伫早起11点，驶经过西屯的文心路附近哦，传出讲有一个查甫人拿刀乌白台，有民众将画面铺伫网络顶头。这个嫌犯是挂喙暗，穿一领咖啡色外套哦，要抬一个长头毛的查甫人，嘛造成这个被害人哦面流血流滴。车厢内的民众哦，做伙甲这个嫌犯压起来。受伤的民众已经送病院咯，警方嘛在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佮有伊的身份。目前哦，台中捷运文心总德站到文心樱花站哦，单线双向营运，市政府站哦是暂停营运。咱来看菲律宾东边外海哦，有可能会有今年头一号的风台来形成。气象署是表示讲爱去观察，民间的气象公司是指出讲真有可能，也毋过因为佫真远哦，爱去变看。这几天因为黄sơn河方面佫停伫咱台湾，所以到拜五台湾各地天气是拢无介稳定。因为梅河方面挖过来，和宜兰甲新北市河正明显。宜兰县头城测站27点钟久内累积嘅降雨量超过95毫米。新北市嘅双溪也捌落大雨，累积雨量到80毫米左右。气象署提醒讲，地流方面将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五、拜二到拜三，西半部一个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嘅机会，东部一个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拜四、拜五是每一个所在拢有阵雨。明天跟今天一样，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星期四、星期五2天，在台湾附近的锋面结构就要稍微减弱一些，可是依旧不稳定。
气象组提醒讲，雷雨包挖过来时阵会随时发特报，民众要注意伫严时强降雨。8日开始，这波梅雨方面向北边煞离开，但是后礼拜日如果另外一波方面会影响台湾，梅雨季的天气无稳定，落雨时阵可能还佫会弹雷公，雨正大，风正透。另外，伫咧菲律宾东方的外海这个扰动继续伫咧发展，有可能将这今年第1号风台。周末到下周的前半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看到今年的第一个台风的这个机会，但是应该是不至于去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气象专家林德军也分析，扰动将这风台机会正大，估计伫27、28前后，中心伫台湾上晚，一若所来有过夜路线，将会以抛物线方式影响日本的东方海面，机会上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5甲2路18半暝有倒摆烧弄，双方是冤家相骂，其中一边佫找7个朋友来暂声，佫想要伫警察面头前来动手。另外迄边嘛找里长来协助，佫质疑讲警方想要查案。警方是表示讲，除了车祸，将对凶害的部分卖来调查上班。姓陈的查甫人违规下双轮线到对向的车道，拢红灯伫行驶里的男性未付险拢去哩。事故发生伫咧5月18半暝11点，高雄凤山5甲2路甲南河街路口，双方就安尼发生纠葛，警察到现场无偌久，驶里的男性就捞7个人来。姓陈的查甫人找阿姊姊夫来协助，说互姓李男性的人包围，对方当警察的面呛声要拍人，因惊甲里长求助，毋过里长到现场，说互警察动落来。警方甲我赶啦，讲无你的代志，你闪啦，这个当事人老遮倒啦。我是李长来，我是李长，我是来了解什么代志呢？陈小姐指控讲，警察明明就伫咧现场，说干那赶人，要甲人带转去警察局。现场警察答应讲要办这件案件，想要交去派出所了后，警察干那办车祸，无办对方涉嫌恐吓，互民众真失望。他出来只拿了车祸3联单给我，我才说不对啊，然后我才2度带他入所。我跟他说不对，我们是要告叫嚣。承办员警才导向说，告车祸到时候只是告来告去，浪费时间。让我感觉到这就是劝退。10多分钟，再至吴家所提出告诉，警方受理约1小时后，依规定开立证明单，未有推诿不受理之情事。警察解说讲，并无提责任唔办案，姓李甲姓郭的男性，先后依照妨害名誉、恐吓等罪嫌函请侦办。另外6个人是依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街头暴力高风险分子，警告袂使搁再犯。记者高雄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北区的东丰路，昨下晡有一台游览车甲客运伫路面的逼车，是真恐怖。警方是表示讲，这2台车的驾驶拢用以违反公共危险罪来上班，卖开单来处罚。2台大客车20号下晡经过台南市北区东丰路，后壁民众行车记录器是甲这惊险的画面录落来。只看到2台大客车先是快车道顶面来相遇，一入去混合的车道的时阵，正面的大客车搁对外面加速跨过造化线来进道，2台大客车就安尼卡伫同一个车道顶面，互相逼车，拢无要相让。这互后壁徛伫外边的乌多摆技师是徛了真惊。红灯顶哦，红灯顶哦，因为遮个红灯顶哦，拢规个车车拢规景规啊，拢食人的汽车道啊，迄足危险的，都危险的。驶车驶呢，迄袂使无自家人驶游览车，迄驶遐大台，迄伫路面，这是危及生命的作为呢。民众是认为2台大客车的驾驶完全将行车的安全当作咧佚佗，其中游览车的驾驶事后嘛到警察局来报案，指控长途客运的驾驶恶意逼车。警方是调查了后，不但将2名大客车的驾驶都按照违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法罪嫌上班，嘛开单来规划违规。非遇突发状况于车道中暂停，均违反《道交条例》第43条危险驾车之规定。本分局以制单举发。可处6000元至36000元罚款，吊扣牌照6个月。另驾驶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将依法侦办。2间客运公司对此拢无要回应。不过2台大客车拢涉及危险驾驶，不但都要接上罚单，也阁有刑事责任。警方嘛呼吁驾驶人拄到行车纠纷的时阵，都要保持理性。若是爆发暴力事件，警方一定会纠办到底。记者吴俊宏报道。
咱个来看新竹县第8分局一个姓潘的查某警察，被指控讲伊涉嫌伫掠零件兼采药在趁。警察临检的时候看到伊，也毋过伊讲伊是去找朋友，无不法的行为，也毋过出入无正当的场所，这警察马警方记大过调职，嘛禁止配枪。这种听起来让人都超兴奋的话术，朋友啊，绝对不能暂停哦。西家郑清秀翕轰炸宣导，这名姓潘的侦查组任职新竹县第8分局，进前几摆登上好人好事，也捌加入校园做一级讲师，这摆刷合理证据。用性感的姿态来翕相，店家强推的服务生，亲像都是涉案女警，涉嫌化名芊芊来接客提供全套服务。时间杀回到5月7日暗6点半，伊伫执勤时间，一个人走去新竹市。迄天暗时9点半，辖区警力临检发现伊伫掠零店现场。5月15日，伊的所属分局协报展开调查，这名女警也防压出欠钱买毒食咸菜，也毋过经过流检了后无食毒。他从警服务大概5年，那家境小康，也未曾听有经济上或者是特殊的癖好。现场负责人表示认识潘女，令中信柜台交易表示潘女前往拜访谢姓负责人。虽然涉案女警讲是到掠零店去找朋友，无做不法行为，也毋过涉入无正当的场所，已经防用大过调职，佮禁止配枪。继续厘清动机，警方也讲认为，只要重视性教育熟悉，都会直接态度。警察如何提高这些大家的私德的部分？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些只能从个人教育以及心理的这些支持这个角度下手。我们目前对于这种支持面的概念，大概都仅止于出事以后去处理。为警察涉诈涉毒，这摆个有女警疑似性教育。警界防治事件一直出现有下车建议，安怎强化警员的职业认同感也真重要，更加建议上级加强平时的关怀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4月7日，花莲大地震哦，花莲的东华大学损断甲真严重，所有诈骗集团假做学校的职员，要求厂商先去甲供应商买一寡器材哦，佮爱厂商先代替学校汇钱，结果厂商汇款了后，就联络袂到人，才发现讲是诈骗。东华大学因为地震发生大火，损失真惨重。那理工馆爱重建，内面真侪设备也爱停摆。不过学校所有一位死地的女职员，互诈骗集团冒用伊的名，对外向厂商采购，也佫互供应商联络方式。结果厂商汇款40多万了，假的李小姐甲供应商拢无看的人去。B 供应商要求 A 厂商先行支付定金新台币40万元，才可出货。待 A 厂商完成汇款，发现电话无法拨通。惊觉遭受诈骗，并将其情形告知被害人服务单位。被害人得知冒名情事后，立即向警方报案，并提出诈欺告诉。受害厂商无做回应，私底下讲是因为之前就接东华大学的案件，才会无怀疑汇款给对方。东华大学知影消息了，随即咧网站顶头发声明，讲学校采购拢是公开招标，未叫职员私底下去买。前年我们就发生一次，今年发生，这已经第2次了。那他这种情况呢，甚至用的当事人都已经不在这个单位了，还可以骗得到，可见得说，今天我们在社会上里面有一些厂商，真的他对学校的程序完全不知道。学校强调，地震后就真担心，会有人利用学校这个时阵需要到3天来进行诈骗，所真正发生。警方是呼吁民众，这种加讲是某单位的职员对外进行诈骗的案件愈来愈多，像之前就学校的职员用餐厅订食的物件，或者是要求爱心汇款给特定厂商，这种真可疑，民众一定要详细确认才袂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厝价哦是愈差愈悬，上新的统计指出讲，去年第4季哦，咱个人买厝的贷款平均已经超过970万哦，创历史新高。业者是表示讲，咱国内的钱是真济，经济嘛袂歹，所以股市甲房市哦拢起。市立路口大百家买厝广告满世界，有的宣传交通方便，有的是以低投期款甲小变数来做推案的主流。因为厝价大起袂过降，互民众买厝的压力愈来愈大。如果是家里没有支持的话，当然比较不容易。但是就是先做一些投资，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会买房子。你首先你要加入一个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别了。
才有办法，不然的话，这个买房子确实越来越困难。根据联定中心统计，去年第4季交房贷的人，每一个人平均房贷的金额是970.5万块，对比2022年第4季的885.3万，今年是加出85.2万。也那2022年第4季平均的房贷比2021年同期加18.7万。拄开始交房贷的人，还款的压力明显加重，房产业者就表示。国内热钱是真够，加上经济表现袂歹，推升股价房价来起。有些人他其实赚的钱，他会想说把钱放在一个比较保值的一个地方，其实很容易就是会回流到不动产市场。那以现在的一个预售，每个月揭露都是接近1万户的这种市况来讲的话，其实建商卖得又快又好的条件之下，短期之内并没有什么一个降价的一个趋势会出现。陈景德表示，虽然政府推出平均地权条例，有效压制短期的投机行为，不过伫台股直直创关之下，通货膨胀以及甲民众以及房价起的因素之下，已经让最近房市出现上大的警讯。那民众买厝能力无明显提升，敢若透过长期的房贷来买厝，未来毋但爱面临还款的压力加重，而且会愈行愈久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长啊病毒已经继续在增加。教育部国教署统计国校啊甲幼儿园今年已经超过2000班，因为长啊病毒停课了。国教署佮一管署早起嘛去校园防治宣传，提醒家长囡仔若无爽快、爱困、神身，都有可能是去为着长啊病毒，爱赶紧送去大病院就医。囡仔用洗门洗手，把细菌病毒拢总洗掉，因为长病毒已经继续清悬。伫最近全国的长病毒门急诊就医人数，连续几个礼拜创要到10年来同期的新高。不管是学习区游戏之后，或者是吃饭之前，都一定要洗手。今年是比较严峻哈，到5月17号截止，目前停班有144班。教育部国教署表示，今年1月到5月，全国自国小到幼儿园总共有2007个班，因为长病毒已经停课。为了避免病毒因为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互相传开，所以会特别举办校园防治宣导。疾管署也提醒家长，囡仔若感染长病毒，伫7天内若是有出现爱困、意识无清楚这款长病毒的同情症状，就要赶紧送到大病院看医生。小朋友的家长呢，如果有发现小朋友有意识不清，或是活动力不佳，或是有昏睡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就要尽速送医，以减少重症、减少死亡。疾管署强调，长病毒主要是透过粪口、嘴烂或者是接触传染，上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洗手，做好手的卫生，还有扫的礼貌。流行期间，较莫去人多的公共场所。并且做到破病无爽快，就要踮咧厝诶休困，来降低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老师虽然当组织工会，也毋过无完全适用劳基法，有加班嘛无一定当申请加班费。教师团体今仔就呼吁新政府应该爱重视老师的劳动权益。学生囡仔假日出去比赛，户外甲学顶活动满满是，但被动的老师伫假日出勤，却无一定领会到加班费。教师团体指出，目前无共县市、地方政府有无共款的规范，只有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以及宜兰县对老师领加班费有明确的规定。其他的县市公立学校的老师就要家己来争取。教师团体咧替因争取权利的时阵，嘛定定爱伫学校甲教育局之间扯把柄。我们谈完之后，你教育局要核可。所以基本上等于学校我谈了半天，大家劳师动众，然后学校跟我们一起谈论了很多东西，可是到最后你教育局说没有，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其实是要做一个改变哈。全国教师总工会甲台湾各地方的教师团体对4年前开始提出重视老师加班费的呼吁，但全教总表示，到今仔日也无看到中央政府有具体的作为。520新总统已经就任，伊嘛对新政府来发声，望教育部会当定一个全国统一的规范，让全国的老师拢受到同款的保障。老师可以组工会已经13年，这样一个一般民间企业都可以基本做得到的，我们在现在的全国的公立学校还没有办法有这样子。这件事情，请新团队应该要结合各部门
积极来处理。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表示，这阵啊因走中100多间高雄的公立学校，目前是有3间透过团体协商的方式，甲学校达成老师通领加班费的共识，嘛开始进入地方教育局的核定流程。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嘛呼吁地方政府爱慎重来做决定。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今年的摄影师提前报道，北部是非常的热，昨日里温度是升到摄氏47.8度，是这季全国上高温哦。另外，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首都附近的山区最近火烧 ，PM2.5的浓度是超过正常标准的41倍。天气有影烧热，水高峰出现大量的磷条，落水要透放一个。印度的热浪愈来愈长，英国是对3月份到6月份，如今要到9月份，也就是讲湿热的日子还未结束。印度的气象局表示，今年会经历更较久、更较激烈的烧热天气。जो फैमिली के साथ में या ग्रुप के साथ में आज वाटर पार्क में आए हुए हैं एंड काफ़ी लोग मॉल में जाना पसंद कर रहे हैं, थोड़ी ठंडक वाला माहौल और थोड़ी शॉपिंग भी हो जाए। 才到迄天，德里那加府吉尔区记录到47.8度的高温，这一天18国家的首都区有10大气温超过45度，包含德里甲附近的北方邦、哈瓦那邦、拉吉斯坦邦的部分地区。德里28日上高温44度，也若根据预测，未来几天印度的西部甲中部部分地区会出现新一波高温天气，伫首都未凉水的反热也热到无想要做生理。 गर्मी तो बहुत है सर, गर्मी के कारण तो मन करता है कि काम भी नहीं आऊँ, फिर भी आना पड़ता है, क्या करेंगे? गरीब आदमी है तो करना तो पड़ेगा ही। 伫即个烧热的天气发生的时，印度总统大选第5轮投票嘛，第20开始，真侪民众表示天气上热，出门无爽快，也无想要排队，尤其是老大人惊掉刷，当局延长投票的时间，并且要求做好防拍，避免掉刷。 另外一方面，中美洲的国家瓜地马拉首都瓜地马拉市因为四边的山区发生森林大火，浓烟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PM2.5高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空气品质标准值的41倍，达到危害健康的程度。教育部下令所有的公私立学校甲相关的教育部门，拢要暂停室外活动。附近的国家洪都拉斯也受到影响，洪都拉斯政府也下令全国的公私立学校对21到24停课。 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人工智慧发展了真紧哦！最近 OpenAI 推出 ChatGPT 上新的版本，会当要求机器人用无同款的语气来讲话，可以当加唱歌，已经用要亲像真正的人咯。也毋过有一个声，互发现讲甲好莱坞演员史嘉蕾·乔韩森是真相像，因为有人抗议哦，这个声嘛已经移读了。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somebody. Well, hello there, cutie. What's your name, little fluff ball? This is Bowser. 小弟 Google 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前一天 ，OpenAI 推出 ChatGPT 上新版本 GPT-4o。这个上新模型更加人性化，开讲的过程中也会当插话、拍断伊讲话，也会当要求伊用无同的口气来讲话，甚至爱伊开嘴唱歌。 New audio capabilities let users speak to ChatGPT and obtain real-life responses with no delay. They can also interrupt ChatGPT while it is speaking. Both of these new capabilities are hallmarks of realistic conversations that AI voice assistants have found challenging up until now. Okay, so ChatGPT, this is what I ended up with. How does this look? It looks perfect. You've solved it, and x equals 1. Nicely done. How do you feel about solving linear equations now?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嘛表示，毋望会当像电影《分段精灵》来，认为甲好莱坞演员史嘉蕾·乔韩森扮演的 AI 自然的讲话滚相笑。 甚至 GPT-4o 也会当化身数学家教，只是这款的抬杠机器人煞方发现声音甲史嘉蕾·乔韩森真亲像，个引起争议。因为去年10月，史嘉蕾·乔韩森就捌因为一支 AI 的 App 广告影像互无经过授权使用，采取法律行动。CNN 也报道，其实早伫去年的9月，阿特曼就捌找过乔韩森为 ChatGPT-4o 献出声音，也毋过因为私人的关键拒绝啦。
OpenAI 回应，相关声音是请另外一位专业女演员录的，并不是来自史嘉丽·乔汉森，也表示会删除这款声音。OpenAI 也指出，这项服务未来几礼拜就会提供付费用户优先使用。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咱再来看，这里犯杀人未遂罪，一个性感的查甫人对病院逃走，警方是过抓人。上新的消息是发现讲，伊昨伫家人一间超商偷摕饮料。警方今仔嘛公布相关的画面，呼吁民众着爱注意，嘛斗相共来找人。家人的警方调病院附近道路的监视器，伫早发现讲，这个病人这里离开病院，行到火车头中山1路的附近。昨下中昼捌出现伫信义路田寮河附近。昨下晡伫西定路的一间超商偷摕2罐饮料。警方表示讲，这个犯人的穿插甲离开病院的时候是同款，是穿白色的衫，踏一领长黄的甲假的鞋子，黑色的长裤。警方呼吁民众着爱细腻，有看到相像的人，着爱赶紧报案。咱再来看面积超过430公顷的台湾知识经济园区，本地是叫做璞玉计划拍算要以区段征收来开发。这案已经推动20天了，在地民众嘛是个正反对。今仔下晡，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委员会要个进行审查，反对开发的自救会早起是呼吁都委会应该爱好决。来台北抗议坐甲宋美清反对台地园区开发的自救会成员指出，本案有迫害优良农地、大规模搬迁客家、农村聚落等4大冲击。经到假园区真插房，农业部还未正式同意农地变更等7大证据。自救会一期进前征收土地，和学校拢无入来，即马为怎样阁要犯相像的错误呢？为什么我们反对交大来？我们不想再让他受骗了。这公益性跟必要性都根本完全不在。如果真的是有公益性跟必要性的话，为什么台大1期、台大2期，那台科大他不来呢？我们是没办法认同的。台地园区正新市璞玉计划，伫竹北、庆林2个行政区挖进高铁新竹车站，调整计划了后，面积是435公顷，拍算以区段征收390公顷的土地来开发，内底有住体、商业、山庄、农业等区。案件105年无通过审议，下昼阁要重新来审查，款团批评根本是换汤无换药。在这2年当中，也没有跟自救会跟公民团体做过任何的沟通，所以今天这样子的审查完全是虚耗社会成本。我们呼吁内政部都委会应该直接否决这个案子。这个案件经过6任新竹县长支持，现任县长杨文科表示，当地民众期待开发会当整合竹北庆林的都市发展机能，产业有正业的需求，大学嘛需要文教用地。伊嘛伫顶个月甲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共台时阵，呼吁中央赶紧来核定增加产业用地。记者吴基昌、林建梅、夏基文台北报道。来看婚姻关对2008年开始，逐档的死亡人数拢比出世的人数较侪。县政府嘛提出真侪补助，生第4胎得当领13万。上新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有超过1500个案婴咯，比去年同期是增加490个。嘛，预估今年婚姻会超过5000个案婴。婴仔拄出世，爸母来到3楼护理站，看到家己的囡仔足欢喜。住伫婚林的黄先生，今年4月底拄做老爸，嘛顺利领到婚林万保良计划新生儿津贴补助6万块。欲望是还好，只能说我们本来就计划要生，但是会减少不少负担，是真的啦。预产期是7月底，多少可以减轻点负担。为了提悬生育率，婚林县府提出2年婚林万保良计划，若伫2024-2025年生，前3胎会当领6万块，第4胎开始13万。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4月，县内新生儿人数有明显增加。1月到4月，咱同期来比较，已经增加490名的这个新生儿。咱来用安尼来推估，咱今年这个云林万保龙，咱1年5000，2年1万的万保龙计划，应该会当顺利来达成。社会处表示，今年1月到4月，全县请生育津贴有1542个，比去年同期1052个增加490个，计共发9000多万的津贴。希望县府趁2年推出2年6亿提悬生育率的计划，会当顺利达成。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庆祝台南建成400周北林市文教基金会用寄批行动来办艺术展邀请国内外真侪大师寄明信片，予台南祝福。目前伫台南文学馆等所在在展出。1624年，世界行入台南，到达20技术望台南走向世界，这是总统赖清德的寄望。但这北天官束缚是彩绘大师潘岳雄的作品，顶悬这无共花草的明信片，大概有偌久无写批啊！这届北林市文教基金会参台湾艺术思想协会，以寄批行动办艺术展，无论是用文字、图画，也是做曲的形式，拢是各界人士对台南深深的祝福。真侪人坦白讲，也无讲真正有真实的了解，这届的活动会当互咱更较深的对台湾有一个更较正确、更较好的理解。过去在庙寺内面当足侪物件的文字会倒边来倒边去，所以知识的堆叠吼，甲相关的物件拢甲这个工课有关系吼。对海外寄来明信片顶头长的邮便囡仔有时间参空间的记号，嘛见证历史。展览中由文学、美术、音乐甲工艺等大师用不同的表现手路，写精批祝福文化首都台南。国内外拢总600个人参加，展出800件作品，替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其实这拢足侪大师呢，伫这个艺术生命这么长的当中，伊想要甲台湾讲什么话，伊伫这摆拢有表现出来，真有信心讲咱台湾会愈来愈好。这阵这作品伫咧台湾文学馆、甲台南艺术馆地做展出，会连续展到8月底。主办单位透过展览，要互大家重新思考咱参这块土地情感的连结，甲重新看台湾的起点。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嘉义的溪口溪东村的中正路有一条巷仔弯弯弯弯，亲像迷宫。这条路是较早囡仔要去读册会行的小路，是真侪在地人成长的基地哦。有在地团体就利用巷仔内景点来设计表演，咱做伙来看卖。对着表演者的脚步，民众今日去巷仔内准备要看表演。有人伫柑仔店内底讲故事，嘛有人伫水济边仔咧跳舞。在地村长讲，这条巷仔较早是囡仔要去学校读册的小路，所以是真侪在地人成长的基地。咱这条134巷，这是古早的这通道，咱那个号做秘密通道。伊啊，查到要摕物件要创啥要出来，唔知好出来啦，较歹走啦。算讲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所在就对啊。对啦，对啦，对啦。嘉义县溪口乡在地文化团队邀请外县市的艺术表演者，利用巷仔内店家或者是无人住的厝，设计甲在地有关系的主题来做表演，希望透过这个演出，让大家更较认捌溪口。会当透过艺术的表演，互咱溪口遮更较侪人熟悉咱溪口吼啊，会知影讲溪口较早有啥物物产啊吼故事啊透过新的艺术的表演的方式来甲即个物件带互咱做者溪口的乡亲。本来无啥人啊，囡仔少啊，是吧？对啊，这小朋友来啊，大家来看，变较侪，算较闹热啦。主办单位讲，表演团体伫规划主题进前，拢有先来溪口做过调查甲行读。伫这条弯弯弯弯的巷仔内底，透过各种无同形式的表演，唔但展现因这段时间对溪口的感受，嘛希望替溪口带来新的文化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国宝级的彩绘大师潘岳雄有真侪描写门神拢是伊画。最近高雄有一间国中就请去教学生囡仔画门神的技术，学校配教戏的社团嘛来演出门神的故事，真趣味，咱做伙来欣赏。国宝级的彩绘大师潘岳雄摕笔甲尺豆豆画出花师。文区国中今年的艺文课程邀请潘岳雄向学生小解台湾庙宇的门神文化。潘老师画门神果，让囡仔发挥创意，画出家己心目中的门神。我着画，我常常去看野球的 logo。这间学校特别把门神故事用配教戏演出来。这出戏是为斩龙王的故事改编的，学生佮加一寡趣味的台词。大概观众是看甲笑嗨嗨。配教戏的翁仔是因利用疫情期间假帮回收再利用做的。因为我家己对配教戏这物件介有兴趣。画是画啦，哪会当当是佮如何啊？学校拄好有这个梅子老师出来批评戏，我就想讲，敢会使用这种方向来甲
来发展皮影戏安尼。潘国强老师今年已经81岁啊，是台南彩绘师世家第3代，伊画门神超过40年，画过庙事是为台湾头到台湾尾，上无有700外斤。老师表示讲，画门神上困难的就是目睭甲喙手爱画甲出神。最困难就是迄个目睭啦，迄个面啦，甲喙手，这部分要画较歹画尔啦。剩下拢无啥物啦。尾啊，潘老师画火狮送互文府国中，因为火狮是做赢万年贵的传统，学校毋望传统的门神艺术会当流传，也互学生通了解门神的水是属于台湾的艺术。记者张义辉、邱昭阳高雄报道。报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伫你共斗整理的过程中哦，感觉讲无细离去发现到人送西客啊，心虚啊啦。对，有这我爱好好听。感觉拄过？西客是无啦，但是我捌帮人经过化妆台拖的时阵，我当时讲，迄拢毋免看，直接单调就好啊。啊，一个检查时阵看到一个幼稚园的学费录啊内底多几6000块啊。哎呦，哎呦。哇！以前阮是住庄脚的，所以定定伫热天会捡到一寡落落来的细只叶婆，因为叶婆实在是较特殊的动物，无啥动物病院会去接受伊，才有这个机会来做叶婆任务。我才甲伊斗阵无到1天，就会感觉唔甘啊！拜拜，拜拜。